歡迎大家馬迷嚟到贏彩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第53個賽馬日，2025年3月12號星期三晚上6點40分，跑馬地報9場賽事。第一場1000米5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2次第三，撥落班得禮，係呢個4檔7號有心意。第二筆近戰跑過1次第三，撥落巴道，係呢個1檔9號天分高。第三筆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撥呢個布文，係呢個12檔10號日新月珠。第四筆近戰跑過1次第三，撥呢個潘明輝，係呢個5檔12號前鋒。第二場165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撥呢個班德禮，係呢個12檔12號飛馬將軍。第二筆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1次第二，撥呢個艾兆禮，係呢個1檔1號龍船快。第三筆近戰未入過三甲，撥呢個田泰安，係呢個3檔3號綠色好景。第四筆近戰跑過1次第三，撥呢個巴道，係呢個7檔10號八正道。第三場120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2次第三，撥呢個艾杜拿，係呢個4檔4號勁者。第二筆近戰未入過三甲，撥呢個田泰安，係呢個1檔10號標誌。第三筆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2次第三，撥呢個奧爾文，係呢個6檔2號英馬一心。第四筆近戰未入過三甲，撥呢個巴道，係呢個3檔12號幸運傳承。第四場120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2次第二，1次第三，撥呢個艾兆禮，係呢個9檔5號電信網區。第二筆近戰未入過三甲，撥呢個霍雲星，係呢個1檔4號有德影。第三筆近戰跑過1次第二，撥呢個蔡明兆，係呢個5檔2號浩霸王。第四筆近戰跑過1次第二，撥呢個艾杜拿，係呢個6檔8號飛雲。第五場重心場次165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1次第二，撥呢個田泰安，係呢個11檔8號奮鬥輝煌。第二筆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2次第二，1次第三，撥呢個蔡明兆，係呢個3檔1號爆笑。第三筆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撥呢個班德禮，係呢個8檔11號閃亮老柯。第四筆近戰跑過2次第一，1次第二，撥呢個霍雲星，係呢個4檔4號追風。第六場120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1次第二，1次第三，撥呢個艾兆禮，係呢個8檔5號知道長勝。第二筆係初出馬，撥呢個田泰安，係呢個5檔7號紅衣醒目。第三筆近戰未入過三甲，撥呢個浩文，係呢個3檔2號日馳千里。第四筆近戰跑過2次第一，1次第三，撥呢個潘明輝，係呢個10檔1號運來五寶。第七場1200米3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2次第二，1次第三，撥呢個浩文，係呢個11檔2號伊實。第二筆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1次第二，1次第三，撥呢個田泰安，係呢個6檔11號
線路迎落。第三匹近戰跑過兩次第二，兩次第三，配呢個霍雲星排呢個二檔，1號年少多好。第四匹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兩次第三，配呢個艾少禮排呢個9檔，8號熾烈神驅。第8場1200米3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1次第二，1次第三，配呢個布文排呢個2檔，3號飲杯。第二匹近戰跑過1次第二，配呢個艾杜娜排呢個5檔，5號無限美麗。第三匹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1次第二，配呢個蔡明紹排呢個3檔，2號加州德志。第四匹近戰未入過3甲，配呢個潘明輝排呢個1檔，8號廚神。第9場係重心1800米3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2次第一，1次第三，配呢個巴寶排呢個9檔，10號一起美麗。第二匹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3次第三，配歡迎輝排呢個4檔，11號北海道。第三匹近戰跑過1次第一，1次第二，兩次第三，配呢個霍雲星排呢個8檔，8號盈益善。第四匹近戰未入過3甲，配呢個田泰安排呢個6檔，12號逐步贏。最後多謝各位馬迷收聽同埋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